后来继续来看这件顶件全国的台中中医诊所严重毒的事件，有38个民众来受害，但是大部分的受害者拢无来告中医师。讲到明年的2月初4，这个法律的追诉期就要届满了。国民党台中市党部政治委陈明进的太太，甲台中市议员张彦东一家伙仔拢是受害者，因徛出来呼吁受害人对医师来提出着告诉，尤其是陈明进的太太。 因为严重毒，神经受到损害，脚甲手用要无法度来活动。就想着讲，伊食落肚的是有毒的中药，伊就非常的气愤。所以我今天想到吕世明，我真的是很想掐死他。一想到食到有盐的中药，林女士真生气，伊的神经去算到，即马无啥会行，手无法度举伫。因先生想到家己是每一工准时饲因某食药仔，愈想愈自责。对你那么信任。 你竟然给我们下毒，情何以堪？一个先生每天逼着太太吃毒，对我们来讲是锥心之痛。另外，台中市议员张彦东一家伙4人的严重毒，因老爸台中市前议长张丰年严重到爱倒伫面床顶。伊即个讲，从头至尾无看到医生有任何悔改意思。想说就1人100处理掉，连我爸现在躺在那边，我讲一句难听的啦，我爸跟植物人没什么差别啦。公他本身已经是禁药啊，他说他是为了救人，你要想想看这种鬼话讲出来啊。台中成功中医严重毒的事件有38个受害者，不过到目前为止，敢若8人，各这个医师各是伤害。2月7日法律追诉期就要届满了，因呼吁其他的被害人站出来甲告。这个是告诉乃论之罪，因为诉罪条件的欠缺，法官就其实是没有办法判没有告诉的刑度。中医诊所目前是暂停营业，无对这个代志做回应。有关敢法度撤销医生的执照，卫生局议定会议要伫审查，被害人希望讲以刑事附带民事的方式为本身讨公道。